Triangle 兄妹情，所有嘅劇情，尋晚都變得唔再重要。顧魔一着衫，馬明慘遭兇壓啊！上一輯好地地係一個傻氣嘅飛行員，新一輯竟然係一腳踏兩船。呢位胸懷大志嘅就係3點式 Goldie， 對住佢馬明 BB 嘅嘴速8次，勁過林峰嘅親愛啊！仲慘遭兇壓添，好中煙花睇嘢啦！顧魔繼續發揮風流嘅本色，先嚟個前菜車裝情挑，再嚟個主菜攞杯浸肉，最後就係甜品肉白相見。正覺仲跌晒大添啊！驕人嘅身材仲呼之欲出，煙花嘅指數直情爆煲啊！媽，我究竟係咪睇緊電視啊？點解個尺度咁大嘅？阿芝良仲話遲下同法拉有場仲激啲，我驚啲投訴仲激喎。